果我们有心认为一个政党要回馈跟社会做比较正向的一个改变的改革，它的柔性的改革，其实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需要大家去让它可以永续的。手小心，手小心。对啊，要不要手机呢？还是希望大家用宽广的心看待一个新兴政党。那我们自己都走在同一条路上，我们自己都在过程中参与了一些可能好的想法，可能不对的意见。那我想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互相前进。那我自己带领的是桃竹苗区，新竹会是我最重要的地方哦。那再来，我苗栗是家乡，我也一定会放那么的心力。所以今天傅玉阳也好，然后子英也好，我们是竹苗团队，可以一起来share共同的资源来努力前进。好，谢谢大家，谢谢柯妈，柯爸。我是柯文哲妈妈，大家拢知无？真觉得很感动，足感谢咧！今仔日规日行规工，吼，我来管是准备行咯，我咧老遐无，我大个。今日看到恁大家来吼，恁今日真有咧支持，我係像林立偉吼，同時嘛是有支持柯文哲，我足感謝。大家團結一致合作，代志才會成功。無論什麼代志，攏愛團結一致。無法度人講，你想你的，我想我的，安尼都無。吼，希望大家要團結一致。祝恁大家吼，龍心血氣功，萬事如意。家裡吼攏真和氣，大家就世界咱這個團結，大家攏要團結一致來合作。好，擺鬧來個食的一日吼，我覺得。茶米粉都健康啊！谢谢大家，感谢大家，谢谢你们，谢谢。如果我们从不曾消失，不存在这首歌曲。